保持身体健康啊，然后能够完整的打完一个赛季嘛。那当然也希望自己球队的成绩，那就是一直保持在我们自己想要的目标。那自己的表现的话，就是也希望说，能够帮助到球队。那自己在个人的表现上，其实不会有太大的要求啦。那就是每一场就是去把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，然后球队教练所交代吩咐的事情，去把它彻底的做到位就好了。可能打球，团队方式可能不太一样，对，那就是因为新的环境啊，新的队友、新的教练，就是都要互相熟悉彼此。那打法上的话就要还是保持自己应该有的东西啦。那可能在其他部分的话，可能教练就是会特别的去强调，或者去可能要更加强势一点。不只是我啦，那其他队上的资深球员都会给年轻球员去做一些沟通、交流啊。那就是希望他们在心态上就是平稳一点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职业赛事。那年轻球员得失心不用太重，那表现不好犯错是很正常的。对，那当然就是希望在每一次的犯错或者做不好的时候，可以让他们学习到更宝贵的经验，然后来去成就他们之后在往后的一些不管是表现上啊，或者是其他方面等等。宝岛梦想家直播赛事，请锁定 Now News。